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，昨暝是邀请到日本 Okinawa 当地帮派或者福流会因的本部长等7个人，甲到这个台北的松山区的饭店来食饭，开20道，包括着张安乐、甲伊的后生张伟以及德联邦的重要成员，拢做伙去食。警方是出动着83个警力入去饭店包厢的出入口，专程搜证盘查。 因济关键出现伫咧饭店内底，警察出动霹雳小组来戒备，严密保释维护现场的特殊，就是因为通缉党含有 Okinawa 为以指定暴力团之称的日本福流会，伫咧台北市松山区这间饭店食饭。有别于名人会春酒，远警只站在门口戒备，这一次警方直接上楼，强力在包厢设置盘检点，掌握宾客身份。通缉党邀请福流会本部长上江州长义等等7个人来台湾，伫咧饭店开20道。 包括白龙的二后生张伟、德联邦的安尼基李宗基、德联邦天龙党的前党主陈伟民拢是贵宾。不过，两个组织关系这么密，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摆交流。 6年前，上江州长义就来到台湾，张安乐和福流会成员嘛有翕相，张伟嘛捌宣领到德联邦前往 Okinawa 和福流会高站食饭，只要双方有来往，拢互警方正戒备。共计出动警力83人。 盘查人数162人次，本局与饭店业者通力合作，在本次活动查无不法。好在这边的餐会一切正常，饭店嘛真配合警方执勤。福流会估计在24号离开台湾，就惊帮派牵涉到不法，警方专程搜证，以防任何意外来发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。 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